你有冇發覺最近隻眼成日好似俾針拮咁，乾到擘大眼都覺得痛？又或者睇睇下手機，啲字突然之間化開晒，要用力眨幾下眼先勉強睇得清。如果你有呢啲情況，千祈唔好以為瞓一覺就冇事啊！而家啲人由朝到晚對住部計算機做嘢，放工搭車又攬住部手機覆機睇片打機，返到屋企仲要繼續煲劇，搞到對眼五勞七傷。特別係過咗30歲或者去到40幾50歲嘅朋友，甚至有啲20幾歲嘅後生仔女，因為用眼過度，已經提早出現老花同埋嚴重嘅乾眼症。今日我唔係要 sell 你買咩幾百幾千蚊嘅貴價護眼保健品，而係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喺街市用幾蚊雞就買得齊嘅平價護眼秘方，每日沖一杯當水飲，唔單止視力可以慢慢變得清晰返，連捱夜積落嘅肝火都可以幫你清埋。準備好未？我哋即刻開始拆解呢個古老但係極之有效嘅護眼配方。我哋先嚟講下點解現代人嘅對眼會咁容易出事。大家回想下，喺2000幾年或者再早啲嘅年代，智能手機仲未普及，大家睇最多嘅可能只係電視，對眼嘅負擔邊有而家咁重？但去到2026年嘅今日，我哋嘅生活已經完全離唔開屏幕。無論你係10幾歲嘅學生哥，日日要用平板計算機上堂溫書，定係30、40歲嘅打工仔，日日對住計算機個 mon 打字睇表，抑或係60、70歲嘅老友記，日日用手機睇新聞，同埋同孫仔孫女視像通話，我哋對眼幾乎由朝早擘大眼嗰一刻開始，去到夜晚臨瞓熄燈嗰一陣，都係不斷咁接收緊屏幕發出嚟嘅藍光。中醫有一句說話講得好啱，叫做久視傷血。呢度講嘅血其實就係指肝血。中醫理論認為，肝開竅於目，對眼之所以可以睇到嘢，可以分辨顏色，可以保持濕潤，全靠肝血嘅滋養。當你長時間望住個發光嘅屏幕，對眼就會不斷消耗肝血。如果你本身又中意捱夜，例如成日搞到凌晨1、2點先瞓，咁肝臟就冇辦法喺最佳嘅時間進行自我修復同埋造血，結果就係肝血不足。肝血一唔夠，對眼失去咗滋養，自然就會覺得乾澀、痕癢、怕光、迎風流眼水，甚至視力模糊。呢啲就係身體發出嘅警告信號。西醫嘅角度嚟講，長時間近距離望住屏幕，我哋眼球入面嘅睫狀肌就會一直處於緊繃嘅狀態，眨眼嘅次數亦都會無意識地大幅減少。正常人每分鐘大約會眨眼15到20次，但係當你全神貫注睇住屏幕嘅時候，眨眼次數可能會跌到落每分鐘得返5、6次。眨眼其實係為咗將淚水均勻咁塗抹喺眼球表面，形成一層保護膜。一旦眨眼次數減少，淚水蒸發得快，乾眼症就會海上滿。如果長期唔理佢，角膜甚至會受損，老花亦都會提早出現。有啲人20幾、30歲睇近嘢已經覺得對焦好困難，要將部手機攞遠啲先睇得清。呢個就係睫狀肌失去彈性嘅表現。既然知道咗個原因，咁我哋應該點樣去解決呢？滴眼水。市面上好多眼水滴完嗰一刻的確好涼爽、好舒服，但係治標唔治本。有啲含有防腐劑或者血管收縮劑嘅眼水，滴得多反而會令對眼越嚟越乾，甚至產生依賴。食藍莓素、葉黃素呢啲保健品雖然有科學根據，但係價錢絕對唔平，長期食落去都係一筆幾大嘅開支。其實喺我哋傳統嘅中藥材入面，一早已經有針對肝火盛、肝血不足同埋眼疾嘅天然草本配方。今日要重點介紹嘅呢3個主角，就係大家喺街市或者藥材鋪隨手都可以執到嘅枸杞、菊花同埋決明子。呢3樣嘢加埋一齊，簡直就係護眼界嘅黃金鐵三角，各有各嘅功效，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我哋首先講下第一個主角決明子，聽個名就知佢猛料啦。決明意思就係決定明亮，或者係令到視力破除黑暗，重見光明。決明子其實係一種豆科植物嘅種子，外表似一粒粒細細嘅深啡色嘅碎石仔。喺中醫藥典入面，決明子味苦、甘、鹹、性、微寒，入肝、腎、大腸經。佢最主要嘅功效就係清肝明目、潤腸通便。現代人因為生活壓力大，經常捱夜，加上飲食又中意食啲煎炸熱氣嘢，好容易就會肝火上炎。肝火一上嚟，最直接嘅表現就係對眼會布滿紅筋、眼屎多、脾氣暴躁，甚至會有口苦、口臭同埋頭痛。決明子就好似一部天然嘅滅火機咁，可以將你肝臟入面過剩嘅火氣契返落去。當肝火清咗，對眼自然就唔會再紅腫痛。
從現代藥理學嘅角度嚟講，決明子含有豐富嘅大黃酚、大黃素、決明素等等嘅有效成分。科學研究證實，佢哋可以幫助降低血壓同埋血脂，對於因為高血壓引起嘅頭暈目眩有好好嘅緩解作用。而且決明子入大腸經，好多成日坐喺辦公室少做運動嘅朋友都會有便秘嘅問題，毒素積聚喺體內排唔走，亦都會影響皮膚同埋整體健康。決明子有好好嘅潤腸通便作用，幫你將腸道嘅垃圾清走，身體自然輕盈，氣息都會好啲。不過大家去買決明子嘅時候，一定要留意一個好重要嘅細節，就係一定要買炒決明子，而唔係生決明子。生決明子性質比較寒涼，如果腸胃唔好嘅人飲咗，好容易會肚瀉。經過微微炒香之後嘅決明子，寒性會大幅減弱，變得比較溫和。而且炒過之後會有一陣好似咖啡咁嘅焦香味，用嚟泡茶會更加容易出味，飲落去口感亦都更加好。所以去到藥材鋪，記得同老闆講明要炒決明子，通常10幾20蚊已經可以買到一大包，夠你飲好耐。跟住落嚟，我哋講下第二個主角菊花。菊花大家就見得多飲得多啦，去茶樓飲茶實會叫壺菊花茶，但係用嚟護眼嘅菊花原來都有學問嘅。中醫認為菊花味辛、甘、苦，性微寒，歸肺、肝經，佢嘅主要功效係疏風散熱、平抑肝陽、清肝明目、清熱解毒。如果話決明子係重炮手，負責降肝火，咁菊花就係一個輔助嘅神隊友，負責疏散風熱。有時候我哋對眼唔舒服，唔一定完全係因為肝火，可能係因為外感風熱，即係吹咗風或者感冒初起，搞到對眼痕癢、流眼水。菊花就可以好溫和咁將呢啲外來嘅邪氣驅散。現代科學亦都發現，菊花入面含有豐富嘅黃酮類物質、揮發油、氨基酸同埋多種微量元素。黃酮類物質係一種非常強效嘅抗氧化劑，可以幫助清除體內嘅自由基，保護眼球細胞免受氧化損傷。而且菊花提取物對於多種細菌同病毒都有一定嘅抑制作用，可以幫助預防眼部感染。市面上嘅菊花有好多種，有杭白菊、胎菊、貢菊、雪菊等等。到底應該點樣揀呢？如果針對清肝明目，首選一定係胎菊或者杭白菊。杭白菊係浙江桐鄉嘅特產，花朵比較大，顏色偏白、微黃，味道清甜，性質相對溫和，好適合日常當茶飲。而胎菊其實就係杭白菊喺未完全開花之前採摘落嚟嘅花蕾，因為未完全綻放，所以佢將菊花入面最精華嘅有效成分全部鎖死咗喺入面，無論係香氣定係明目嘅功效，都比完全盛開嘅菊花更加集中、更加強烈。胎菊沖出嚟嘅茶湯，顏色金黃通透，有淡淡嘅花蜜香味，飲落去非常之舒服。至於貢菊，通常係指安徽黃山出產嘅菊花，佢清熱散風嘅功效比較強，但係明目嘅效果就不及杭白菊同胎菊。如果大家係為咗緩解長時間睇手機、計算機引起嘅眼乾眼澀，強烈建議大家去買一樽質量好嘅胎菊。揀菊花嘅時候，記住要睇顏色同埋聞香味。靚嘅菊花顏色應該係自然嘅微黃綠色，如果顏色白得好唔自然，可能係用硫磺燻過，千祈唔好買。聞落去應該有一股天然嘅清香，如果有酸味或者刺鼻嘅味道，就證明質量有問題。最後我哋嚟講下第三個主角，亦都係呢個配方入面負責補嘅靈魂人物枸杞。決明子同菊花都係偏向清同埋瀉，如果一味淨係清肝火，對於一啲本身體質比較虛弱或者年紀大咗肝腎虧虛嘅人嚟講，反而會越飲越虛。所以我哋一定要加入枸杞嚟做一個平衡。中醫話枸杞滋補肝腎，益精明目，佢係一種平性嘅藥材，唔熱唔寒，可以話係百搭嘅養生聖品。當我哋用決明子同菊花將肝火清走之後，就需要枸杞去幫我哋補充肝血同埋腎精，肝血充足，對眼先至有足夠嘅營養去維持正常運作，視力先可以保持清晰。現代營養學對枸杞嘅評價可以話係極之高，甚至喺外國被稱為超級食物。枸杞含有超級豐富嘅胡蘿蔔素、維他命 A、維他命 B1、B2、維他命 C 同埋鈣、鐵等等嘅微量元素。大家應該聽過，維他命 A 係對眼最重要嘅營養素之一。如果缺乏維他命 A，就會容易患上夜盲症同埋乾眼症。枸杞入面嘅胡蘿蔔素喺人體入面可以轉化為維他命 A，直接為眼球補充最需要嘅營養。另外，枸杞入面仲有一種好出名嘅成分，叫枸杞多糖。研究顯示佢可以增強免疫力、抗疲勞同埋保護視神經細胞，對於延緩老花同埋預防視力衰退有非常之好嘅作用。揀枸杞同樣有秘訣。
最好嘅枸杞通常出產自寧夏，粒頭均勻，顏色係暗紅色或者赤紅色，而唔係鮮豔奪目嘅大紅色。如果啲枸杞紅到反晒光，好似染咗色咁，好可能係用化學嘢處理過，目的係為咗賣相好睇。靚嘅枸杞摸上手應該係乾爽，但係有少少肉質嘅彈性，食落去味道甘甜，唔會有苦澀味或者酸味。每次買返屋企之後，最好放落雪櫃度保存，費事佢受潮變壞或者生蟲。好啦，3樣材料都介紹完，而家我哋就嚟實戰，講下呢個枸杞菊花決明子茶到底應該點樣沖，先可以將佢哋嘅功效發揮到最大。有好多人話自己都有飲，但係就覺得冇乜用，其實好大機會係因為你沖嘅方法錯咗。記住，中藥材嘅沖泡係有講究嘅，唔係求其將所有嘢掉落個杯度加滾水就搞掂。首先，我哋要準備好材料嘅份量，一個人1日嘅份量，大約係炒決明子10克、胎菊5到8朵、枸杞15到20粒左右。呢個比例係一個基礎配方，兼顧咗清熱同埋滋補。如果你最近成日捱夜、食燒烤、打邊爐，覺得自己眼屎好多、脾氣好燥，可以將決明子同菊花嘅份量稍為加多一點點。但如果你本身腸胃比較弱，容易肚屙，咁決明子就減少啲，大概5克就夠。沖泡嘅第一個步驟係洗茶，因為呢啲材料喺採摘、曬乾同埋運輸嘅過程入面，難免會有啲灰塵或者雜質。將炒決明子同埋胎菊放落個杯或者茶壺度，加入少少溫水，輕輕搖勻，然後好快咁將啲水倒咗佢。記住動作要快，唔好浸，純粹係沖洗一下表面。至於枸杞，我哋暫時唔好擺落去住，呢個係一個非常關鍵嘅重點。好多人習慣一開始就將枸杞同其他嘢一齊用滾水浸。其實咁樣係會破壞枸杞入面唔耐熱嘅維他命同埋營養成分，令到佢嘅功效大打折扣。洗完決明子同菊花之後，我哋就可以加入大約攝氏90度以上嘅熱水，因為決明子嘅質地比較堅硬，水溫一定要夠高，先可以將佢入面嘅有效成分浸泡出嚟。加滿水之後，冚埋個蓋，等佢焗大概10分鐘。呢個時候，你會慢慢聞到決明子嗰陣，好似炭火烤過嘅焦香，混合住胎菊清甜嘅花香，淨係聞到陣味，都已經覺得個人放鬆咗唔少。10分鐘過後，水溫大概會降到攝氏60-70度左右。呢個時候就係加入枸杞嘅最佳時機。將洗乾淨嘅枸杞放落去，再稍微焗多3到5分鐘。當你見到啲枸杞吸飽咗水，發脹到大大粒、浮浮沉沉咁，呢杯護眼明目嘅神仙茶就大功告成啦。飲嘅時候都有學問兒，第一泡通常味道最濃郁，你可以慢慢細細啖咁品嘗，飲到剩返1/3杯左右，就可以繼續加溫水落去翻沖。通常呢個份量嘅材料，反覆沖泡3到4次都仲會有味。飲到最後千祈唔好浪費，將入面嗰啲發大咗嘅枸杞全部食埋落肚。因為雖然水泡可以釋放一部分營養，但係枸杞入面最精華嘅粗纖維同埋部分脂溶性維他命，始終係留喺果肉入面，食埋落肚先可以做到100%吸收，絕對唔好嘥嘢。有啲朋友可能覺得淨係咁樣飲，味道有啲單調，或者本身比較怕苦，你可以喺水溫降到大概40度左右，唔會燙手嘅時候，加少少天然嘅蜂蜜落去調味。蜂蜜本身都有潤燥通便嘅功效，加落去唔單止味道更加清甜好飲，仲可以加強成杯茶滋潤嘅效果。不過記住，一定要等水溫降落嚟先好加蜂蜜，如果唔係滾水，會破壞蜂蜜入面嘅酵素。呢杯茶雖然好處多多，又平又靚又正，但係亦都唔係每個人每個時候都啱飲。中醫最講究辨證論治，我哋要清楚自己嘅身體狀況。首先，孕婦係唔建議飲嘅。因為決明子有滑腸嘅作用，而且性質微寒，孕婦飲咗可能會引起子宮收縮或者腹瀉。為咗安全起見，大肚婆都係避忌客好啲。第二，脾胃嚴重虛寒嘅人要慎飲。如果你平時飲少少凍水或者食啲生冷嘢，就即刻胃痛、肚屙、手腳1年4季都冰冷嘅，咁你嘅體質就唔太適合經常飲呢個配方。因為決明子同菊花始終偏涼，如果真係想飲，一定要大幅度減少決明子同菊花嘅份量，或者喺沖泡嘅時候加幾片生薑，用生薑嘅溫熱嚟中和反啲寒性。第三，肚屙緊嘅時候唔好飲。頭先都講過，決明子潤腸通便嘅效果一流。如果你本身已經腸胃炎或者肚屙緊，再飲呢杯茶就等同火上加油，會令到情況更加嚴重。最後，血壓偏低嘅朋友都要留意。
決明子有一定嘅降血壓作用，高血壓人士飲就非常之啱。但如果你本身血壓已經偏低，飲得多可能會覺得頭暈眼花，所以都要適可而止。除咗靠飲呢杯枸杞菊花決明子茶嚟內調之外，如果你想隻眼真係長遠咁保持健康，外在嘅保養同埋生活習慣嘅改變都係缺一不可攜。我喺度順便同大家分享幾個非常實用，平時喺 office 或者喺屋企都可以隨時做嘅護眼小貼士。第一個貼士就係國際眼科醫生都極力推薦嘅20-20-20法則。呢個法則非常之簡單，意思就係當你每對住屏幕20分鐘，就要將視線移開，望向最少20尺以外嘅遠處，並且保持望遠最少20秒。呢20秒鐘入面，你可以試下放鬆全身，深呼吸，盡量望一啲綠色嘅植物或者窗外嘅風景。呢個簡單嘅動作可以令你一直處於緊繃狀態嘅睫狀肌得到瞬間嘅放鬆，有效預防近視加深同埋老花提早出現。大家可以用手機 set 個計時器，或者下載一啲西紅柿鐘嘅 app， 提醒自己每隔20分鐘就停一停。初頭你可能會覺得好麻煩，打斷咗做嘢嘅節奏，但係當你習慣咗之後，你會發現全日落嚟對眼嘅疲勞感會大幅度減少，甚至連肩頸痛都會有所改善。第二個 tips 係要有意識咁多啲眨眼。頭先提過，對住屏幕嘅時候，我哋會唔記得眨眼，所以你要時刻提醒自己，特別係覺得隻眼開始有少少乾嘅時候，刻意咁大力眨幾下眼。你可以試下閉上眼，用力擠壓眼皮2-3秒，然後再慢慢擘大。呢個動作可以刺激淚腺分泌淚水，同時可以擠壓眼簾邊緣嘅黏板腺，分泌出一層薄薄嘅油脂，覆蓋喺眼球表面，防止淚水過快蒸發。呢個就係對抗乾眼症最天然、最免費嘅人造淚水。第三個 tips 係做簡單嘅眼部穴位按摩。中醫喺護眼方面有好多實用嘅穴位。每日臨瞓前或者喺辦公室食完飯休息嘅時候，將雙手手心搓熱，然後輕輕蓋住雙眼，利用手心嘅微溫去敷對眼大概1分鐘，呢個叫運目，可以促進眼部嘅血液循環。之後用手指腹輕輕按壓眼眶周圍嘅幾個重要穴位，眉頭嘅讚觸穴、眉尾嘅絲竹空穴、眼頭嘅睛明穴同埋眼球正下方嘅承泣穴。每個穴位輕輕按揉大概30秒。力度以感覺到有少少酸脹為準，千祈唔好太大力撳到隻眼痛。呢套簡單嘅按摩做完之後，你會即刻覺得眼前一亮，視力好似清晰咗幾個度數咁。最後同大家傾下日常飲食，除咗飲我哋今日介紹嘅護眼茶之外，平時食嘢都可以幫到手。多啲食深綠色嘅蔬菜，例如菠菜、芥蘭、西蘭花。呢啲蔬菜入面含有豐富嘅葉黃素同埋玉米黃素，呢兩種物質係視網膜黃斑區最重要嘅抗氧化成分，可以幫我哋過濾有害嘅藍光。仲有多啲食富含 Omega 3脂肪酸嘅食物，例如三文魚、雜魚或者亞麻籽、合桃等等。Omega 3可以幫助減輕眼部嘅發炎反應，對於改善乾眼症狀有非常顯著嘅效果。如果你真係冇時間煮飯，日日都要食外賣，咁就不妨喺辦公室擺定一樽優質嘅魚油丸，每日食1粒當係補充。不知不覺同大家講咗咁多，其實眼睛係靈魂之窗，亦都係我哋感知呢個世界最重要嘅器官。無論你而家係幾多歲，10幾歲、20幾歲，定係60、70歲，保護眼睛都係一世嘅功課。科技帶俾我哋好多方便同埋娛樂，但係同時亦都無形中透支緊我哋嘅健康。我哋唔可能完全唔用手機、唔用電腦，但係我哋絕對可以選擇用一個更加聰明、更加善待自己身體嘅方式去生活。今日介紹呢杯枸杞菊花決明子茶，成本可能真係只係幾蚊雞。去街市或者中藥鋪執一次藥，買少少材料，擺喺屋企或者公司，每日花幾分鐘時間沖嚟飲。佢唔單止係一杯解渴嘅茶，更加係你對自己身體嘅一份關心同埋投資。當你將呢個變成一種生活習慣，日復一日，你會發現，雖然年紀會增長，但係你嘅眼神依然可以保持清澈，睇嘢依然可以銳利，唔使再日日依賴眼藥水，唔使再因為眼乾眼澀而煩躁不安。大家今晚或者聽日放假，不妨就去屋企附近嘅藥材鋪或者街市行轉，買齊呢3樣嘢返去試下沖嚟飲。如果你身邊有屋企人、朋友或者同事都成日呻話隻眼好攰，睇嘢唔清楚，或者脾氣好暴躁，疑似肝火盛，記得一定要將呢個方法分享俾佢哋。有時候最有效嘅養生秘訣，往往就隱藏喺呢啲最平民、最唔起眼嘅天然草本入面。只要用啱方法，幾蚊雞都可以發揮出千金難買嘅健康價值。好啦，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真正幫到大家解決眼乾、眼澀、視力模糊、
同埋肝火盛嘅煩惱。如果你試過呢個配方，覺得真係 work， 或者飲完之後身體有咩變化，非常之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同大家一齊交流客心得。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健康養生方面嘅問題，或者想知多啲針對唔同都市病嘅平價天然食療配方，都可以喺留言區點題，我會盡量整理資料，下次再詳細同大家拆解。大家平時用眼咁辛苦，睇完呢度記得即刻放低部手機，跟住我頭先講嘅20-20-20法則，望向遠處，放鬆下對眼先啦。養生從來都唔怕遲，最怕你唔開始。祝大家都有對精靈有神、明亮清澈嘅健康雙眼。我哋下次再見，拜拜。